喺娛樂圈呢個光怪陸離嘅世界裏面，明星們嘅光鮮亮麗常常令人心生羨慕。然而，嗰無孔不入嘅謠言卻如影隨形，俾唔少人頭痛不已。有人被罵到退圈，有人只能忍氣吞聲裝大度。但38歲嘅趙麗穎卻偏唔按常理出牌，佢動真格維權，仲引嚟官媒報道。更令人意外嘅係，有人發現佢竟同蔣雯麗喺面對謠言時，走上咗同一條堅決反擊嘅道路。愚人節本應係充滿玩笑嘅日子，可對於趙麗穎嚟講，2日前發生嘅一件事卻只有正義。一則致歉聲明刷屏全網，微博用戶汪成遵照法院判決，喺人民法院報顯著位置向趙麗穎公開賠禮道歉。道歉嘅字裏行間雖字字很砌，卻點都遮掩唔住被逼認錯嘅狼狽。佢不僅全網寫死，涉案賬號仲被平台永久封禁，徹底失去咗發佈任何意言論嘅機會。消息一出，粉絲同路人都紛紛拍手叫好。其實呢個並唔係趙麗穎第一次告黑，但此次熱度極高，官媒表態，法律護航，無疑成為咗佢最堅實嘅底氣。然而，好少有人知道呢個如今光芒萬丈嘅頂流明星，一路上食嘅苦，受嘅委屈，遠比我哋想象嘅多。呢一切都得鬆趙麗穎逆風翻盤嘅人生說起。同大部分人一樣，佢嘅祖輩都係農民，家境普通得唔可以再普通。中專畢業後，由於家中出唔起培訓費，佢無奈放棄咗成為空姐深造嘅機會。為咗謀生，亦都為咗減輕屋企嘅負擔，佢做過銷售，每日面對住形形色色嘅顧客，磨破咗嘴皮，只為促成一盤生意。佢當過服務員，喺餐廳裏面來回奔波，端住沉重嘅盤子，仲要忍受顧客嘅無端指責。佢仲喺商場裏面發過傳單，喺炎炎烈日或凜冽寒風中，向過往嘅行人遞上張傳單，遭受過無數冷漠嘅拒絕。佢起早貪黑，卻只能攞到嗰點微薄嘅收入，但佢從未安於現狀，成為演員嘅夢想一直喺佢心頭縈繞。18歲嗰年，佢睇到咗曙光，似飛蛾撲火般，佢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喺咗雅虎首星選秀上。佢冇任何表演經驗，喺眾多專業選手面前顯得咁稚嫩，但佢身上骨幹淨、純粹嘅氣質，卻好似一股清泉，吸引咗無數觀眾嘅喜愛。佢一路闖過重重關卡，最終攞到咗憑小剛組嘅冠軍，正式踏入咗娛樂圈呢個看似充滿機遇，實則暗流湧動嘅世界。可娛樂圈嘅路哪有咁好走？因為長住一張圓臉，喺好長一段時間裏面，佢只能演一啲小角色，鬆跑龍套嘅細丫鬟，到被打臉嘅反派，佢來者不拒。佢深知自己非科班出身，同嗰啲專業院校畢業嘅演員相比，有着好大嘅差距，所以佢要付出比人哋更多嘅努力。當人哋休息嘅時候，佢私下裏面仲喺練台詞、練演技，反覆琢磨角色嘅心理同情感。佢好似一塊乾涸嘅海綿，拼命咁吸收住表演嘅知識同技巧。終於，功夫不負有心人，喺新版《還珠格格》中，佢飾演嘅晴兒溫婉又靈動，張圓臉，嗰雙大眼，微微一笑，就好似能融化人心，一下子笑進咗觀眾嘅心裏面。呢個農村女仔，亦都終於喺娛樂圈有咗自己嘅一席之地。隨後，趙麗穎嘅事業好似被按咗加速鍵。2013年，佢憑借陸貞一角爆火出圈。宮女、女官、女上3個時期嘅陸貞，性格同經歷有着巨大嘅差異，但佢用細膩嘅眼神同豐富嘅微表情，將陸貞詮釋得層次鮮明。佢亦都憑借此劇打破咗圓臉不能當大女主嘅偏見，俾觀眾睇到咗圓臉女演員嘅無限可能。此後幾年，趙麗穎更係貢獻出咗《薛杉杉》、《花千骨》、《楚喬》等多個經典角色，一部部爆款作品接連出現，佢成咗當之無愧嘅收視女王，攻遍咗大江南北。但趙麗穎並冇被眼前奢靡嘅頂流生活蒙蔽雙眼，佢清醒地認識到，只有不斷提升自己嘅演技，先至可以喺娛樂圈長久咁立足。於是
佢開始磨練演技，向實力派進軍。佢挑戰咗盛明蘭、許半夏、何幸福等多個角色，呢啲角色之間跨度極大，性格、背景、經歷都各不相同，但佢都穩穩接住，演得入木三分。從觀眾喜愛嘅人氣獎到最佳女主、女配提名，再到真正成為二封金鷹視後，條路佢走咗快20年。佢用自己嘅努力同堅持，一步一個腳印咁證明咗自己嘅實力。然而，走紅嘅代價就係層出不窮嘅謠言同惡意。早年嘅佢冇背景、冇光環，農村出身同中專學歷成咗被攻擊嘅靶點。土氣冇文化嘅嘲諷不絕於耳，好似呢啲標籤就定義咗佢嘅一生。最嚴重嘅一次，佢因英語口音被群嘲，品牌方刪除相關視頻嘅舉動，更係俾黑粉們狂歡不已。此後土氣撐唔起高車，成咗好多人嘲笑佢嘅靶子。無論佢做乜嘢，都有人攞呢個說事。而佢同彭少峰嘅戀愛、結婚、離婚，更係被一啲人攞嚟大做文章。各種不實嘅猜測同謠言鋪天蓋地嚟，高攀為咗資源，唔理細路，過於強勢，數唔清嘅髒水一股腦咁往佢身上潑。佢嘅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都俾人惡意解讀、無限放大。去年佢僅因為缺席電影宣傳，就被扣上不合群耍大牌嘅帽，好似佢做乜嘢都係錯嘅。但趙麗穎並冇因此就被擊垮、打倒。從2020年起，6年來佢起訴嘅黑粉越嚟越多，而且勝率極高。去年7月，佢嘅工作室更係公布咗76起維權案件進展，維權範圍進一步擴大。每一次勝訴都係對惡意嘅有力回擊，每一次告黑都係對自己嘅保護。佢一次又一次咁用強硬嘅態度話俾所有人聽，網絡唔係法外之地，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嘅言行負責。2日前，官媒嘅報道就係對趙麗穎長期告黑最好嘅肯定。網友們直呼佢有態度，佩服佢多年嚟面對謠言始終不妥協、不敷衍。唔少人更係由此聯想到面對謠言同樣零容忍嘅蔣文麗。3年前，一個公眾號發佈咗一篇造謠文章，編造出蔣文麗包養男大嘅謠言。文章爆火後，蔣文麗被推上咗風口浪尖。同好多謠言一樣，此事冇證據，但卻傳得有鼻子有眼，好似係真嘅發生過咁樣。但同好多選擇清者自稱態度冷處理嘅人不同，蔣文麗冇錯事唔理，佢迅速發咗律師函，警告造謠者停止侵權行為。可對方卻死豬不怕開水燙，對蔣文麗嘅警告置若罔聞，仲公然挑釁有本事去告。1個月後，蔣文麗委託律師正式起訴。一審判蔣文麗勝訴，要求造謠者黃某某公開致歉同賠償。可黃某某不服判決，提起上訴。2審維持原判，駁回咗佢嘅上訴。但即使已經板上釘釘，黃某某依然拒絕道歉，拒絕賠償。蔣文麗冇放過佢，直接申請強制執行。佢堅信法律會俾佢一個公正嘅結果，努力冇白費。最終，黃某某喺人民法院報公開致歉，足額賠償咗所有款項。長達2年多嘅告黑戰正式落下帷幕。無論係趙麗穎嘅不間斷告黑，定係蔣文麗嘅死合到底，面對網絡暴力同不實謠言，佢哋都冇選擇大度，冇妥協。佢哋用行動話俾所有人聽，自己唔係可以隨意拿捏嘅軟柿子。喺呢個信息爆炸嘅時代，網絡謠言就好似一把把無形嘅刀，傷害住每一個被攻擊嘅人。而佢哋嘅堅持，從來唔係斤斤計較嘅小氣。對網絡亂象勇敢說不，唔單止係對自身權益嘅堅定捍衛，更係為所有被謠言裹挾、被暴力傷害嘅人撐起咗一把保護傘。從農村丫頭到頂流視後，從謠言傍身到強硬反擊，趙麗穎用自己嘅經歷話俾我哋聽，底氣從來唔係靠人哋俾嘅，而係靠自己拼出嚟嘅。佢喺娛樂圈呢個複雜嘅世界裏面摸爬滾打，歷經風雨，卻始終保持住份初心同勇氣。
佢用自己嘅努力同堅持，書寫住屬於自己嘅傳奇。願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負，就好似趙麗穎喺演藝道路上付出嘅汗水同心血，最終都化作咗璀璨嘅星光。更願所有人都有說不嘅勇氣。當面對不實謠言同網絡暴力時，唔好揀擇沉默同退縮，要好似趙麗穎同蔣文麗咁樣，勇敢咁攞起法律嘅武器，捍衛自己嘅尊嚴同權益。因為只有咁樣，我哋先至可以俾網絡空間變得更加清朗，俾每一個人都能夠喺一個公平、公正、和諧嘅環境中生活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